咱来看，伫个苗栗头份，有民众去互一个违规正向骑奥多摆，骑去伫人行道的外送员去压着，而且这个外送员一个出代志就随选去，现场无监视器翕到这个外送员的车牌，所以目前是也无法度找人。警方嘛提醒民众，人行道是袂当骑车甲驶车的，若无上重会罚款1800块。林先生驾驶五金行，才拄伊顶仔骹踏去哩人行道，一台外送机车就颠倒向位伊面头前骑过。林先生行一日停落来，身躯嘛去互外送箱仔弄着，造成腰部红肿。不过外送员第一时间煞无认为家己唔对。他有在前面一点的位置停下来，然后第一时间他反过来，算责怪吗？就是他反过来讲说，还有其他车子也违停啊，怎么样的？然后我当下就拿出手机准备要报警，然后往那边走过去。对，走过去之后，他直接骑走。林先生相当生气，伊认为桃园交通虽然规划无完善，加上民众对于轻微的交通违规已经真习惯。不过人行道原本就袂使骑车，要违规伫咧人行道顶悬骑车，就应该搁较注意行人。何况弄着人也搁无认错。林先生讲，伊的伤真轻微，袂提出告诉，但是希望大家加重视行人的路权。骑者骑机车，请勿违规行驶人行道，违者将依违反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45条第1项依规处罚。警方表示，该路段的店家监视器拢倒喺顶仔骹，无法度翕到迄台外送机车的车牌。不过，汽机车行驶人行道，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，相关会使罚1800块。呼吁民众遵守法规，维护行人的路权。记者苗栗综合报道。